弟兄们，大家平安。今日是2020年10月16。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出来及记31章第1节到11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今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冠冕。时常有人咧会问着讲得救的问题啦吼。真侪人认为讲得救就是洗礼了后就完成啊吼。因此有看真侪人伫洗礼了后就无搁再去礼拜堂聚会敬拜上帝，也无有即种团契的生活，也无奉献的生活。所以讲奉献，包括伫逐工日常的生活奉献。服侍的奉献，就像你的气力啊、你的温书、你的材料，当然嘛包括所有的金钱顶悬的。咱用最近咱真长的时间咧讲的即个出埃及的即个过程来思考啦吼。如果洗礼即项代志，甲出埃及的迄一天来讲是同一天的来讲啦吼。那安尼后壁的旷野的生活吼。因为因离开埃及就已经得救啊嘛，离开即个受掠的所在嘛，吼，受奴仆的所在，所以开始是一个得救的生活，好那才就基督徒受洗礼安尼吼。即个旷野的生活，就是洗礼了后，咱讲即个喙承认、心相信以后的即种天路的历程。一直到咱进入着上帝为着咱准备的所在，或者是讲应允之地，或者是讲白的家，或者是更较清楚讲天堂。所以咱时常摕着讲出来及记的这40天，有的人感觉讲哇，足长的啦吼。事实上吼，讲长也无长啦，讲短嘛无短啦吼。当然，若照讲是每一个人的长甲短拢无同款啦吼。有的人真短，亲像迄个顶十字架边仔迄个强盗，伊咧爱祈求耶稣纪念伊迄个强盗伊算真短吼。所以有的人讲我要亲像迄个安尼真短安尼吼。但是你也知影伊嘛受真济苦啊吼。所以千万毋通认为讲即个出埃及伫旷野中间拢是困难，拢是阻挡。拢是真险恶的即个环境。其实另外一方面嘛是对伫遮的过程，咱看见有充满不断的恩典甲上帝的保守。出来及记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上帝，得到上帝的同在、同行甲看顾。讲实在，无有人知影你的头前的路会偌长还是偌短，无法度去控制啦吼，也无法度去要求吼。以及咱有可能拄着偌济困境，也是咱会当领受偌济恩典。咱所会当做的就是尽咱的气力，亲像新的诫命所讲，尽力、尽心、尽意来听咱的上帝。我的目的是要得到迄上老尾的赏吼。咱伫10月13所读的即个每日读经的经文，腓立比书第3章，咱真熟即段的经文讲，兄弟啊，我无掠家己已经得着，独专务一项，就是袂记即后面的事，注意头前的事，按所查的表来走，得着上帝伫基督对咱所对顶面所调咱的有赏。好啊，不咱较熟啦吼。兄弟兄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咱今仔日的经文31章的记载，上帝爱摩西竞选一个犹大支族会互你的孙乌利的囝比撒勒。伊是安那？圣经讲伊有圣神充满，伊有圣神的聪明、智慧、技巧，会晓做逐项的工艺。
会当设计图，用金、用银、用铜来做逐项的器具，佫会当刻即个放即个宝石吼，会雕刻的插头会当用逐项的遮精细的工艺。咱若继续佫读落去，咱会看讲，伊遮的纹饰、遮的材料，甲即个阿伦甲其他的无共款，因是咧做偶像，伫遮是要来放伫做约柜，来放伫做敬拜上帝用的，是一种的奉献，是一种的服侍，也是一种的敬拜的使命，用家己的材料来服侍上帝，这是一个过程哦。我哋必须提醒咱爱追求迄个上帝，即个耶稣基督赏赐咱所要互咱迄个赏啦吼，迄个赏。彼得前书彼得也安尼甲咱讲，咱着爱谦卑服侍，因为上帝无爱骄傲的人，无爱咱家己追求咱家己的冠冕。将来要进入上帝应允的地时阵，咱所期待是上帝所赏赐互咱伊的荣耀的冠冕。咱搁倒转来伫出来记的以色列人的记载来讲，咱看见用40天时间，真长的时间，因无忍耐到底。亲像耶稣基督嘛，安尼甲咱提醒讲，手若负犁往后面看的人，伊不配进入上帝的国度。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总是想起过去，阮伫埃及的时阵有规鼎的肉啦，有饼通好食啦，因袂记日上帝带领的保守，袂记日来看头前上帝为因所插的标，这个标就是要进入应允的地。因此，因无法度来得到上帝迄早就已经为着因备办好的冠冕。这是互咱真大、真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出埃及记第31章第1到第11节。彼得前书第5章第1到第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华冠。时常有人会问到有关于得救的问题，许多人都认为说，只要是洗礼就已经得救了，所以这是一个保证了哈，所以他们就开始，我们就看很多人洗礼之后呢，就开始不到礼拜堂敬拜上帝，没有过个团契的生活，那也没有所谓的奉献的生活。那这边的奉献的概念其实是在讲全生命，包括日常的生活啦，包括你的服饰啦，当然也包括所谓金钱上面的奉献。我们最近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在思考出埃及的整个的故事跟过程。那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出埃及的过程来思想，如果洗礼的那一天，我们把比喻成出埃及的那一天。为什么这样比喻？我们知道洗礼就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净嘛，哈。那出埃及就是上帝的救恩临到，让他们脱离了为奴之家，所以脱离了罪的辖制。OK， 那这个跟洗礼我们比喻成相同的时候，那我们想想看，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所谓的洗礼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们在埃及承认的嘛哈，所以要跟随这个主，这个摩西说的。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那以后的这个40年是他们的天路历程。每一个人的天路历程可能都不一样，一直到上帝带他们进入到所谓的预备的地方，或是说应许之地，或是说是父的家，或是说明白一点说天堂。
我们时常提到埃及，出埃及的这个旷野生活有40年的时间，那我们都觉得好长好长。其实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因为有些人信主可能超过那个时间。应该是说，长短是按照个人的生命跟他信主的时间，有人短，有人长，有人很短。有人很短，就像那个在十字架旁边请求耶稣基督纪念他的那个强盗一样。那或许有人说，我要跟那个人一样很短，可是问题是我们无法去选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出埃及的40年都是这个旷野生活，都是困难，都是阻拦，都是险恶的环境。从另外一面来看，这些困难、阻拦或是险恶的环境，其实就是充满着不断的恩典跟上帝的保守。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服侍上帝，就是要蒙上帝的同在同行，然后上帝的看顾。没有人会知道前面的道路还有多长，会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多少的困难，或是会得到多少的恩典，我们都不知道。而我们所能做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新的诫命说的，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为的是要得到那最后的奖赏。如同我们在10月13号这个的经文里面，每日读经的经文里面，那个腓立比书第3章的经文，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是为了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们来所得的那个奖赏。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在31章记载了上帝要摩西挑选了一位犹大支族里面的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他的名字叫比撒列。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上帝说他要用圣灵充满他，赐给他聪明才智技巧，又能够做各样的工艺，又可以设计图样，又金银铜铸造各种器物，能够刻那个可镶砍的那个宝石，能雕刻木头，又能做各样的精细的工艺。他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恩赐才能，不是像亚伦或是其他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是为了要制造偶像。在这个地方，上帝要摩西去挑选他，是要让他做约柜，为了要敬拜上帝，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将恩赐来服侍上帝，是一种敬拜的生命，用自己的才能来服侍上帝。腓立比书提醒我们要追求那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那个奖赏。彼得在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要谦卑的服侍，因为上帝不喜欢骄傲的人，有才能的人不能骄傲，要谦卑的服侍。我们不要追求自己的华冠，而是要追求那将来进入到上帝所应许的地方的时候，上帝所预备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他的荣耀的华冠。我们再回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记载来看，我们说以色列人花了40年的时间，非常的长。可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忍耐到底，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脑子里面总是想着，我们以前在埃及有满锅的肉，有饼干可以吃。他们忘记了上帝是同在的上帝，保守的上帝。他们忘记了上帝给他们一个应许，是在前面，是上帝所插的标杆，他们要继续前行。
他们因此而无法得到上帝早已为他们预备好的华冠，我们说应许啊，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去追求那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奖赏，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华冠。